高性能4驅揭背車咧，喺依家差唔多間車廠都識得做啊。但喺20-30年前咧，其實只有好少數呢類咁嘅車嘅啫。80年代初，德國奧迪啦就以呢個 Quattro 4驅系統嘅辣車啦，喺世界越野錦標賽咧叱咤一時。咁但係咧，去到80年代中期啦，已經好快被呢個意大利嘅 Lancia 即係領先車廠所蓋過啦。嗱，我哋今日咧就揸咧呢一款世界越野錦標賽咧曾經6度奪得製造商冠軍嘅 Delta 4驅版，呢一部咧就係八蛙佬版本，1988年嘅。今次我哋試揸呢部 Lancia Delta HF Integrale 咧，係屬於前期型嘅八蛙佬版本。咁呢部咧就係1988年嘅。嗱，佢配一副咧係2公升直4渦輪增壓引擎，咁啊最大馬力咧只係得185匹嘅啫。咁但係咧佢峰值扭力咧都唔錯嘅喎，有31個 kgm 個，喺3500轉嗰陣時輸出，0至100公里6.6秒。咁啊喺當年嚟講咧，接近28年前咧，呢個數字都相當之唔錯啊！嗱，睇佢嗰個車身啦，佢相比起後期嘅 Evo 版啦，同埋 Evo 2版本啦，個 track 咧，即係嗰啲沙板啊、外拋嘅程度咧，就唔算好誇張嘅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落車近啲去睇下咧，其實佢個樣咧都相當之惡㗎喎。頭先我哋試過車啦，咁發現咧，呢部八蛙佬嘅 Integrale 咧，嗰個 turn in 咧，其實唔算好 sharp 嘅。咁如果你諗住好似用揸而家高性能4驅嗰種心態去揸佢咧，你話我入彎咧，我要篤住油入嘅，咁你肯定會覺得咧架車個推頭情況好明顯嘅。嗱，其實咧佢嗰個4驅系統啦，你喺佢會介入嘅時候咧，其實嗰個反應咧係比依家啲車咧係慢啲嘅啊。咁如果最好嘅方法咧，我建議你啦，都係慢入快出啊。喺入彎嘅時候咧，盡量速度慢啲。當睇清咗條路啦，你再開始篤大油，大約3000轉到啦。Turbo 開始動力最旺盛嘅時候咧，你一踩出彎咧，咁啊有一種真係可以有一種好似彈射咁嘅感覺嘅。好多人都知啦，80年代有好多意大利好正嘅車咧，只係得左軚版本嘅啫。嗱，我哋今日揸緊咧呢部咧就係右軚版嚟嘅。咁呢一部車咧，據車主講咧，佢就係買嗰陣時咧，其實係由一位英國嘅車主佢帶嚟香港嘅。咁佢後尾就買咗啦。咁呢一部車咧，據講咧就係喺英國嘅 Lancia 嘅代理咧，佢哋改嘅。咁當時咧，意大利總廠咧就為一啲右軚嘅地區咧出咗一啲 conversion kit 嘅。咁有啲咧就係由廠方自己改埋啦，另外有一啲咧就係由英國嘅代理啦，用一啲由意大利總廠提供嘅改裝件左改右嘅。咁香港咧當時咧都有行貨嘅。咁據一啲比較玩呢啲車資歷深啲嘅前輩講啦，當時嘅香港嘅版本咧都係由香港嘅代理啦，一啲 kit 咁去改左改右嘅情況都係相同嘅。呢部八蛙佬嘅 Integrale 咧，今年已經差唔多28歲嘅。咁睇翻當時嘅80年代嘅2公升直4 Turbo 引擎啊，大部分咧都係 Turbo 咧好勁嘅，呢部都唔例外。佢喺2500轉以下咧，老實講啊，真係都呆地嘅。咁如果你要爽咧，真係至少咧都要3000轉或者3500轉以上。嗱，所以呢啲車咧，你喺morning drive 啊，或者夜晚或者有陣時車冇咁多嘅公路裏面咧，飛下咧，佢就好爽嘅。嗱，講下佢嗰個水溫啊，佢都有比較偏高嘅情況嘅。咁但係咧，你如果只要喺個路面咧暢通啲咧，佢嗰個水溫咧可以一剎那咧由101度咧翻去90度啊！
咁你話喂，使唔使驚啊？你話呢啲可能會水溫太高喎，對個 engine 會唔會唔好？嗱，咁你又唔使驚喎。我哋今日啦揸咗大半日啦，一路都好爽嚇。咁呢位車主亦話俾我哋聽咧，都冇問題嘅。我哋知道好多車迷咧都想買一部 Integrale， 咁但係咧佢哋都好明白咧，買呢部車嘅時候咧，其實都要好多需要一啲特別嘅照顧啊，譬如一啲維修上嘅資料嘅嘢啊咁樣。嗱，我哋做咗少少資料，上網咧睇過一啲 forum 啦，同埋一啲英國汽車雜誌俾讀者嘅 buying guide啊。睇盤嘅時候要留意以下幾點啦。車身方面咧，可能要睇睇啲擋風玻璃啊，呢啲 L 位啊，或者係揭背尾門啊、輪拱啊，同埋車門下部分啦，會唔會有啲鏽蝕嘅現象啊？嗱，如果發現有嘅咧，盡量揾一部好啲嘅啊，慢慢揀，寧願揀到啱先至買，就好過咧過後咧你要花好多錢去整啊咁樣。另一樣嘢咧就係個 cam 帶 ，cam 帶咧8瓦魯版本咧壽命會長啲嘅，大約係56,000公里左右啦。如果16瓦魯版本咧，36,000公里左右咧就要換啦。原裝 Turbo 咧其實壽命都幾襟嘅，大約有13萬公里啦。咁但係咧有啲用家啦都俾到一啲意見啦，一啲 fans 咧就話：喂，你都係唔好話真係去到13萬公里先至換啊！將近到嘅時候咧 check 一 check 佢，睇下嗰個線葉啊 ，Turbo 個渦輪線葉咧有冇爛到啦？如果有咧，都係盡早快啲換啊！Lancia 領先呢個品牌啦，喺香港其實已經絕跡咗好多年。咁如果譬如話你而家買一架呢啲 Integrale 翻嚟，想揾零件，有咩辦法呢？嗱，據呢部車嘅車主同我哋講咧，佢而家咧大部分嘅零件咧都係喺英國1-2間嘅 Lancia 嘅所謂經典車嘅零件公司度買嘅。咁佢哋咧好專業，你俾一個底盤 number 佢咧，佢幫你揾嘅零件咧基本上都唔會錯噶啦。而且咧佢哋嘅揾件嗰個窿路咧，相當之勁嘅啊！佢哋可能直接喺日本啊或者意大利翻一啲件啦。另外咧，日本亦有1-2間廠咧，為呢款車咧推出一啲叫升級件或者改良件啦。主要就係針對原廠喺設計呢啲車嗰陣時有啲不足嘅地方咁樣啦。講到尾啦，玩呢啲車咧最緊要有耐性，唔好咧因為話一時好想買咧就求其買一架翻嚟，慢慢睇清楚，尤其是 body 啦。engine 啦，呢幾方面啦，講到尾最緊要上網刨多啲文。